135、4房2廳2衛，交流標準。呢個全部係贈送嘅，全屋家私家電都送。呢張床係送嘅，窗簾係送嘅，冷氣都係送嘅，仲有床頭櫃啊、衣櫃啊呢啲全部都係贈送嘅。南北對流，全部都是一直送。廚房係整好嘅，雪櫃啊、消毒櫃啊呢啲全部都係贈送嘅。拎包入住啊，2個露台。哇，嚟咁多客人都唔覺得逼啊！呢間房又係啦，全部配齊配套好好嘅，自己第幾套衫就可以入。呢個房間咧係聯通露台嘅，我哋打開，哇個露台幾大！咁咧成個小區有300畝嘅園景。呢個房間可以做兒童房，或者係長者房咁樣。睇下主人房，4個房間都全部一樣嘅，主人房呢張床大啲啦，真皮。如果咧覺得贈送嘅衣櫃細嘅話咧，自己可以全屋定製，又進一步喺呢邊。呢個咧係主人房嘅洗手間，呢啲風濕分離全部做好，浴室櫃呢啲全部整好嘅，送全屋家私家電5萬蚊首期即可上車。呢條友咁貪靚嘅。